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靠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，你靠什么养这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，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我周围围绕着。闹闹，是爸，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上次那个红酒策划案，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回信，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林总，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讲。咱们新来的任意是对方冯总公司的校友，咱们何不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看呢？你是说仁一？来，饭来了啊！来，妮妮。多吃点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。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，弄弄。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你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意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。怎么着？喜欢啊？
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。啊，就那边加一个灯。任烨，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啊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我放心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，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我还要接一次。好，然后再喝了。我能暂时以非秘书的身份跟您说几句吗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有什么话说？您今天是不是把仁义的电话给那个模特了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做了。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把别人的隐私透露出去呢？你怎么知道别人需要你的帮助？万一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呢？你跑了我这儿来大叫大嚷干嘛呀？不就喜欢仁义吗？直说嘛。我可没那么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瞧瞧，我这咖啡都变成醋了。喂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把电话给那个女孩了？行了，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仁义，我给你盯着呢。嗯。哎，既然你喜欢他，那咱们就应该分析一下他啊。仁义的学历又高，人又帅，别说那几个模特盯着他，我们公司的好几个女孩都盯着他呢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啊？还有谁啊？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，容易引起内部矛盾。不过我也侧面打听过，他至今还单身，我也从来没发觉过他跟任何女孩约过会。就这个情况的话，我觉得只有3种可能性。哪3种呢？第一种，他同性恋。不可能。这第2种，啊，性冷淡。胡说，您又胡说了。啊不，这个不太会胡说啊。你想想，现在白领的工作压力大，很容易得这方面病的。您是在说您自己吗？我是吗？我是一个例外，好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例外呢？行，他是个例外。第3种吗？这第3种呢，就比较关键了。啊，仁义不喜欢泡吧，不喜欢夜店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喜欢什么呀？他想找什么样的女孩？他肯定想找一个跟他有共同语言的女孩，是不是？按照咱们这样分析，我觉得适合仁义的，也就只有女博士了吧。他喜欢的是一种知性美。知性美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既然你明白了，能让我自个儿待会儿吗？好嘞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你以后别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别看这公司又小又破又难看，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育。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。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。这位是我先生林医生，这位是艾小姐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，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
你的孩子拿下！今天我给你赢了一个儿子回来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南萌老师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来，好的。爱宝，再见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送爱宝了。慢点。坐好了。那我去了。开车小心点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随着爱宝和乃梦越来越近，这种危险的关系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爱宝好好的聊聊，可他总能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回避掉。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送爱宝回家，可以单独的跟他在一起。可是原本想说的一切，都好像被爱宝的沉默给屏蔽掉了。看他睡得挺香的。你跟乃梦好像关系挺好的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难道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能够忘掉和你有关的过去。我在无数个谎言中虚度着自己的世界。我放弃了我的过去，活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你想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你想过我吗？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不再茫然和孤独，你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你也让我知道，我也能拥有真实而纯粹的爱情。我麻木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奇迹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，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给别人看，压抑着内心的痛处，在强颜欢笑。你知道吗？我最难过的，不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而是我爱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我能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别这样，爱宝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
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行吗？老爸，再见。艾小姐好。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爱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行，不回去了。你曾经感受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，你想过我吗？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服务员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
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她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，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杀了孩子的。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，你搞什么养这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爸爸，欢迎光临逸轩广告公司为红酒策划的一个推荐会。你们杀了孩子的。你告诉我，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傻？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